謝。我剛剛在彈這個《老人與海》之前，準備要彈之前，有個人很大聲金魚嘴。朋友，雖然我要彈的是《老人與海》，雖然我知道金魚應該在海裡面游，但是朋友們，我唔會走數㗎。我喺廣州，我哋之前喺我19歲，我就已經喺廣州開演唱會。喺我咁細個仲扮緊金魚嘅時候，我就已經嚟到廣州。我點會喺廣州上面唔扮翻金魚嘴呢？金魚嘴！而且你知道嗎？我從小開始金魚嘴就可以一邊金魚一邊講話。而且你剛剛還送我一幅畫，我只能我把你當作花，離開了一朵花，再爬上你一點一點好像雨落下。每當我都在緊緊地我的愛，就在同一天空之下永遠的灌溉。你知唔知？金魚嘴唱歌唔係人人都得㗎，呢個只有喺廣州咁啱有人送呢個畫俾我嘅時候先至唱得。